一開閘嘅時候見到呢個衝勁推啊，同埋阿馬奪標啊首先搶出嚟嘅，跟住咧就有外檔嘅黃金歲月啊，亦都唔慢。然後就係再有啊呢個六企啊，仲有埋邊咧呢個家福亦都殺得上嚟前面喎。跟住有甜到入心啦，然後大外檔有香港旺旺啊，仲有完美勝利啊，塞埋中間。左後啲嘅馬師見到金威寶啦，然後雪茄王啊，跟住先至麥斯丹拿玩具大王啦，包尾就超影㗎，跑咗大約400米嘅路程啦。而家衝勁區一馬當先，黃金歲月咬住第2位，跟住咧有家風啊同埋馬奪標啊分佔3、4，然後外檔仲有香港旺旺啊守住第5㗎。跟住先咁有咧呢個甜到入心完美勝利啊，最後啲先有呢個係六企啦，然後就係金威寶啊、雪茄王啊，最後啲先至有玩具大王麥斯丹拿包尾依然係超影。去到轉翻中間嘅時候啦，見到呢個貼欄嘅衝勁區仲係佔邊少少嘅，而家黃金歲月已經咬到佢實㗎啦。跟住有外檔香港旺旺啊，就已經上到第3啊，然後就係馬奪標啊韞咗喺馬群當中啊，然後埋嚟仲有隻家風咁樣。一轉入直路嘅時候，見到黃金歲月啦同埋衝勁區啊爭持緊嘅，跟住有香港旺旺啊冚住埋邊嘅馬奪標啦，然後就係有呢個家風啊，最後啲先至有呢個係完美勝利啊，甜到入心咁樣。去到最後300米嘅時候，黃金歲月啊佔邊少少嘅，衝勁區仲喺第2位，馬奪標而家係上到第2啦。跟住咧就係有呢個完美勝利啊，同埋呢個香港旺啊，接近終點嘅時候，馬奪標啊衝上嚟挑戰黃金歲月，幾個節目已經係過咗黃金歲月，第1名就係馬奪標，第2名黃金歲月，第3名就係家風。好啦，咁啊馬奪標咧呢個賽米咧嚟香港第1場就即刻贏啦，真係得米啦，唔係賽米啊！贏完之後好開心㗎喎，笑到真係啊！梗係開心啦，幾難先至可以嚟香港，嚟香港第1場又贏，真係啊！見佢一路追上嚟，呢隻馬咧真係跑1400咧就好過1000好多㗎。黃金歲月要讓佢7磅，讓唔到啦，最嬲尾嗰幾步都輸。但係本身黃金歲月已經比上一場進步好多啦。咁啊睇翻後邊嗰3隻啦，一隻咧家風咧力鬥住呢隻咧就甜到入心，啱啱好影相贏嘅。啊，香港旺旺啊！咁啊結果咧就隻家風跑第3。咁啊講下派賽啦喎。